道理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我的主，以天生造来，在出入马拉出世，以本就以来受苦，这是结死埋葬的缘故。第三日就是上过明天，当地大天的上帝大灵，你更加过来活人甲死人，我是圣子，圣道奉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的下面，用这句话永远的活命。阿门。
以台语，以台语有ful真创业的，是安尼讲，目睭紧紧，胆人小甜，唔知影你
了太多。这是个情况是这样，等于医疗的时阵，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人放弃一切不能的离开，只是在等待人生命的结束。如果是安尼，这个人的生命故事是不是就凄惨？有人讲，人上伊爱的全部是当伊老时阵，伊咧回想伊一世人过程，敢若安怎想是出生，所是呢，只有是着出来是担心。有一个心理学者，伊的发言呢，叫做来海来。伊捌讲过一段重要对咱去思考的话，是安尼讲：死亡只是对这种存在的情景变化，加做另外一种存在的情景。死亡只是从一种存在的情景变换成另外一种存在的情形而已。亲像咱的知道，咱存在咱的世界。伊一直到现在，伊嘛是存在的。另外一种讲法是表示讲，死只是生的一部分，伊当时有限的生命结束的以后，嘛是一种无限生命的一个出口。死只是生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有限生命的结束，也可以说是无限生命的起源。对咱基督徒来讲，对生甲死这两件代志的看法，会当讲表示就是讲人有一摆生，也有一摆死。这两件代志并不是对立的，这是相互存在的。生死上要解释是生命的所因变化的变化，但是它对这个人的东西，主要是主要所有心的。亲的讲，这个是一种恶化，一种开始恶化的一种变化。基督徒经历过死亡的关卡，也是一个基督的经验，有咱的因这个观念，恶化要主所必然这种意思。恶化，我咱个他说的灵性变异之后，亲密的心的观念。当然，这样的恶化变成人跟主有关的一种关系变化。以他说恶化变成有关，恶化刷新我的感官之好。那么按怎样使得恶化也要一一的操作，这些领导老师才知道。恶化其实刷新对咱身边一样最高的保持。这就是咱这里，只要你有信心，而且相信，你的信心甲刷新甲做领导，安尼你会当体会出恶化的恶化的影响。尤其是这边内面，耶稣跟我们讲，你若死，就要靠你上帝；你若死，就要看你的神的荣耀。也这一个是你生命告诉来的。有一天，你要到讲你信仰的变成时，你就是用你讲出耶稣给我们的当时，你若死，你有足容易的当讲出你讲耶稣给我们的观念。所以，我是这样想的的。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家己生命故事。有的人讲这个故事，可能会讲到嘴角翘起来，可能讲到嘴角上面。有的讲在拢是讲的爽，但是，这个你故事内面，当时你刚刚讲你的内面，你的生命内面讲唔讲就话，或者是讲你的生命故事内面，伊讲的话拢是。
对你开窍，对你上眼，但是他袂记，伊个细汉告诉来，伊感觉不出耶稣，也就是讲，伊个细汉过程中间，要有耶稣的带领，耶稣的引带，耶稣的管教，耶稣的爱，伊个定对耶稣的信，对伊的完全沟通。我说这个我问。如果你告诉人，你细汉告诉人，啊，你请你对耶稣的声音的细汉告诉人，但是最后就是这个。主比台湾的这边，感谢你参加你的学习跟耶稣为着阮的罪受人影响，受人定死，为着阮的罪。来达到我一切希望的关卡，这是我心内上大的力量。我亲切感谢这种无通比拼的友谊。虽然所得我，但是我知如果我的心内的心意那是真的，我对跟我的接受也是对安尼。我的确实遇到是跟我，我是真公的。我只要休息。你点的意与你帮助我，不只是互我相信主跟我是真的，而且我主跟我为咱我跟我见证，因为我这个见证我的证明，你已经面对死亡，而且修出我永远我的生命，我们因为你跟我为咱祈求的。绝对的互我确定对死亡的也是对，永远跟我一道。特别是吵吵闹闹的世界，将我家己安静落来，好好来思考我家己生命目标以及生命计划。主啊，因为你牺牲的，因为你请我透过这样的光，让我体会到我彼此两个这个三天的意义。你慢慢教示我，彼此商量就是为了你现在你的路啊，彼此有摩擦，就是靠你罪的中间，所以我感谢你牺牲，将我的罪的代表中间来到上，感谢你所做出来所有的力量。你哋了解我的平安。平安。虽然其他这个经文是2、3个。但是，牧师要用这个歌话的信息来带出耶稣歌话的问题。这种叙述也是咧，因为歌话我们唱歌话的意义是表达出主上的一条观点。而且歌话的信息带来同理、希望啊，咱来看经文所说的第38章，咱来回顾耶稣在这上时的所讲。并将以安放而为。这样回答讲，请注意来看。以圣经作者继续写耶稣时代理想，来到梦的头前。圣经记载讲，这个东西是看，有一个石头倒掉的，倒掉的。耶稣来到这个梦头前是新的理想的梦。在简单中，这是表示讲耶稣放在时空的这样无时期的考。耶稣不是以这样事情做事的。咱来讲这个经文是正是说，表示讲这是天空的看，并不是讲打破出来的。当第三个等于是后来肯定是得看的，只像以前我们知道动物它，他们当时耶稣的白种是关键的这个经济，所以这种是讲，其实在人当中，人也最好不要做这句话，动摇，不要做这个迷信啊，这种说法，就是恶化。第3到这项记载讲，耶稣凭运动的头前讲，你从这个地方刷开。做对，但是这个明明
嘛带来一寡问题，咱来看。迄个四条，你拿阿子马来对耶稣讲说：主啊，伊即摆已经是吵起来，伊已经死到死天。咱来注意着，马来第23、到27节，这是重点的使用个别。那老师刚才咱讲23到27节，但是伊并无依赖有使用个什么，伊连倒转倒是讲这个身体，第4天已经开始有吵起来。咱来知影，犹太人的使用有关第4天是一个重点，就是头前讲死的灵魂，就是下个死球这个是可以跟天空的3天。迄个时阵呢，犹太人是小心安尼，死了，伊灵魂要个伊的是可以过3天。这3天是，几个人伊来讲，这3天是这个人都有机会当到。但是，往往伫第3天时阵，因死者的病开始变，因为因为有些人真正死，但是我经常在第3天伊讲人的第4天，表示讲超过第3天，表示并无有关的时间，但是因为我并无比赛，这就是咧做电子讲耶稣基督咧行死者。在我第40节，描写耶稣对马大讲无是要走，因为马大甲耶稣讲，已经走去啊，已经死死但是耶稣要走，只有提醒马大甲伊讲对话。因为咱描写讲，我是对你讲话吗？你若是，你较袂靠你上帝影响嘛？伊经有一个重点，这是耶稣对马大一样所讲，目的是要鼓励马大。他们咱讲的克服这个事情的兄弟，重要，就按主要的上帝的名来。真正，我发出来，无共款的迄个主界，拢是一个表示者。耶稣是咧甲马来讲，你爱主要的名了，你唔通讲安尼头前，做什么都得做那样子，结果不对。有的时阵，所以要表明，只想爱怎样，耶稣是主要32号一个时间个状态，这个问题并是重点。重点是讲耶稣伊嘛是其他人每一个信罪恶中间的人，或者是讲伊上帝望出内面数是4个人，耶稣是遮个人的恶话到死。现在，以这个有3道时间中间，作做咱无法度相信的问题。其实，咱真正无清楚大约2000多年前，我相信对咱理解这个事情的真正是安怎，但是，咱确实这个世代，或者是讲出来的时代，耶稣永远是咱可靠、甲活命一个依靠。耶稣可靠，是世人相信正才是先对对咱讲的重点来说。咱爱去知影这个主的应要安尼行，是个表达人，是个表达人。第约翰福音就是在主33章的写讲，耶稣讲，我已经从下来跟讲了，下来的事情，我已经对主的应要跟讲，互你表示我有平安。世间任何人不懂任何东西。我已经看赢这个世界，这个是最简单的，对吧？只对你讲的拢知影，拢知信耶稣一定是世界，但是对是世界这个，思想只是天地教会来定义，我感觉我来教会才会对这个新世界，但是咱的主意识，伫咱日常生活当中，会当改变咱整个世界，咱来知影，主对我来讲，伊对我的事情并不是向着一个人帮助。主对我是家己把身体的迄个路，家己离开。但是，咱来看伊着善道的事情中间，咱看到一个做意外问题，就是讲，咱的主并无直接互着善道着
这个新的生命啊，家己对家己在个健康，能够自己面对，像是系统的对啊，就有生活习惯对个啊身体有关考虑，所以咱会当看到，咱的这种清楚，有关看到迄个生命变新的一种状态。咱的这个是家己尽量关心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事情啊，伊个生活习惯来面。主是邀请每一个兄弟一个事情来造成，讲做咧参与这个事情，那这点是咱咧提醒咱，伫咱所有时间内，特别是到了时间内，咱需要每一个人来参与，绝对他们偏好说化为形态的一种形态，这嘛是现代人一直在那个阶段中一个调配的表示。到了为时光的关，是关于这个我讲者，是按大家人做伙享受对真侪的时光，来他扶持的，而我对这个礼拜的这个过往者，这过往者这个活动，咱们讲这是靠这样，是靠伊啊，是靠开始，是靠做，下下已经做伙来搞。因为别人看面的，无使我看上现在，就对地方有搞大，有时暗时因为因水田，伊嘛提倡水田，我看你是注意水田大，我做一个，我是我讲伊较早做，无伊两年后在我是花安尼做，后来安安静静，我想咧，我买来水田，讲的是讲比较是话是让差的这个。这个表示讲，企业时间是靠这样，而且咱靠这养生活的时间，咱会当内容方向，表示讲钱养生这个靠这个人气有起来，一批人帮助。另外，咱这个经济中，咱目前需要的是所在都是，当咱对养生活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这个角度来看是需要。咱下到可能是有人上路，伊家己本身必须作用到对于家己操持的补压这方面拿出来。要强调健康的对人来，这个健康的伊用到养起新的生命。伊的这个时代，咱很多地方都是在对新的生命，这是因为咱生来本身天命难，上帝关的。这是另外一个一个事情，咱时常对咱生命的东西，放在我们生的东西里，咱时常会已经怀疑哪个方面，就是讲咱时常白天，咱听伊差不多的，当时咱习惯，咱家己做起来，咱是时常白天拿和晒，一定咱一定在把的观念，咱把那副面给拿。咱每天到实体更新生命这个机会，咱也袂记啊，咱也袂记我要使好时，你再是大个使，真正有的人是真正安尼，有爱好来就会使，因为观念不同，人哋起来讲说，你真正当是参与让你起来，生命改变会很多，从这个生活里面，再会下来。人看起来无完全的，或者是讲，这个遐个性是真是偏见地方有下出来。咱袂记，咱的主因为他讲头天好一点，伊在三头这是肯定的，主伊是讲在三头的时光内头人讲头天好一点。另外，我顺便问你，经过这个三头的话，你的生活是？管理里草有恶环的环境，你是不是管理第一名生来改变？你是不是管理草较侪会使？还是讲你是不是管理草的条件？关注遗传和条件。另外，咱把这保险来看压缩的话，我说。
有几个到尾互大家去想讲，伊即个倒落一项久过的时，就有一个大家来想讲，其实咱大家爱知影，有时阵咱会感觉讲上帝听袂到，写的会互咱痛苦的时候，有时咱就想讲啊，上帝拢无听到，要叫我我啥？啊是讲咱认为上帝无咧听咱痛苦的喊话，有时阵咱感觉痛苦。咱讲是自己看的，叫咱写的写，最后呢，家己是心烦，才会苦难。那这代志就是安尼，代志就是安尼。必须上帝并不是听袂到。咱的主，甲你，甲我拢共款，时常有着真侪歹的代志来咧悲伤来痛苦。想要讲呢，主的死。毕竟上帝都是告诉耶稣是死于这个世界，所以上帝来讲，耶稣给我带来的幸福感，对上帝来讲也是欢喜。意思就讲，上帝其实上帝确实是咱们来关心。每一天咱的生活中会遇到足侪无共款困扰，每一天有各种声的来困扰，尤其当咱面对一寡状况，当咱沟通，当咱破病。当咱有困难时，遇到挑战时，负面的声音一直要照顾咱，一直要甲咱挑战。真侪的时阵，互咱无法度去安静咱的心。因这负面的声，互咱无法度伫需要的环境里头咱的生活。然后这爱相信，对付这种负面的影响，上好的方法就是，上好的方法就是，用格外的耶稣带入你内。只有单单听伊的声，听伊的话语，咁咱主要所建立亲密的关系，不对于我哋教会的亲密的关系，要相信，要对付许多负面的影响，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复活的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单单听他的声音，听读他的话语。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跟随主，活在许多自己的里面，来运用献和顺服。那安尼会当面对魔鬼撒旦的挑战。有人献给他讲到真好，伫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5章第8章到第9章安尼讲，有真正有表现，你的对敌就是魔鬼。就是透的山，世界啊，一切所吞吃的，所要吞吃的，必须是经过要伊个伊，在认证下面以世间的结果，是用好难。另外嘛是说，我真多平安老师的时阵，其实安尼讲，所以一定顺服上帝，也用伊的魔鬼，伊就相比。需要灵魂，灵魂帮助，灵魂就是讲爱，知影对安怎样对魔鬼撒旦的道理。虽然主讲话这个事情，但是咱来知影，这个事情，你嘛是每个人都想。所以咱无咧讲耶稣讲话，特别是咱对我面对这个讲话这个言语中，咱嘛是爱好好去思考。但如果在出来的话，要很同意来，耶稣讲话所代表的意义，咱给他方面来讲，要很同意是，你若要读耶稣讲话时阵，这个是爱要同意是，伊在上方的一段，哦，我说这对咱的，无就是咱讲这个是大家的好多的地方，咱就讲对耶稣讲话这个事情，也是讲其他的讲话。复活的一些事情，都是要含神的主权。好，是否要所想的话，主要能够活，相当现在，以后你哪里有安全，你想法是了，这个是从咱来对比，耶稣的话带来咱的信心来到真正。我咱的信啊，你能这个讨要好处，你到到列圣要你到记住。也帮助当时的观众的他，所以像这要说的话，一个话写有心
到那个要把东西可以到那里讲，耶稣讲真正是主对我生命，但是老师不知道那个你有这个生命吗？个话是表示讲对死个话，所以会带上带死，然后叫个话的生命。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啊，伊讲无拢死个话，但是伊讲讲的是讲死是啥物？啥物是死？保罗先生伊啥物上清楚？伊解释上清楚。保罗先生伊的话是第5章40到41章，用来所表示的，就是来讲死，啥是死？死就是罪，死就是亲像亚当迄种为罪的原因所引起的。迄嘛是咱人头一摆现在所依在人面对的，就是讲人头一摆的罪，就是讲人无遵守自上帝所要求的正义。最近会找一个，也是拜访者吼，一个迄个基督教基督报的记者来报访我，我嘛是，我用这大声的在咧讲伊吼，已经。咱总是上好，相对是你讲到上好是上好，当然等你到圣经的关其他人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人水，啊，这人讲讲是为什么人因好命人创造的水，想要命到伊那是这个世界，咱做种伊个人创造，看到无？上帝创造话，伊所做一切只有但是无遵守主的大事，主讲伊啥物拢袂使，包括其他袂使，一个人是啥物拢袂使，也袂使。伊到人用帮助来对待，人为啥物帮助来对待？就是人是相信看家己较大的主，享受家己较大的主所施出的恩典，最大家己拢感觉别人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对主包括咱的三样，咱即马时代，主包括咱的三样，咱用上帝的时候教会。主包括咱的教会，咱要安怎去维持，咱要安怎去维持，咱毋是要互世上的代志来咱影响，是讲别人讲安尼，咱教会嘛是要无人看，咱该维持主所交付咱管理的圣义。所以人就是因为亚当的头一摆，亚当的头一摆犯罪，就是。如果迄个保罗先生所讲的死，是对迄个事开始。另外，就是对属乎主的命令来的，所以讲主甲咱人的世界的事有大关系。主的命令，主的旨意对咱的世界的事做大关系。实际是讲主的话带来互咱人类的影响。做大的保护作用，而且咱会当，咱有几点咱会当注意来看，倒外主带来互咱人生的影响，头先倒外主带来互人安慰的事。对咱来看，主要所亲玛利亚迄个用足轻的声来对玛利亚的名带来互玛利亚足大安慰。第二，倒外的主嘛带来平安，无着惊，无惊吓。咱来看，主要说，伊讲到以下的条件对讲稳定平安，这个是用平安来代替平安。第三，倒外主帮助心有了解啊。咱来看，主对倒外讲，无对最不行的，有最行的。其他这个伊讲无需要对讲清楚，看到倒外主在上，就爱较实，而且宣告。意识主，伊就是咱生命中咱的一个救主。这就是说，讲
咱来看国外主第三代印度迄个主要的是咧，就是伊个比例，主要是伊个比例，要甲伊个鼓励。哦，咱有时间咱来研究到是大，哦，但是现在咱这当你失败的时阵，在你到有放心，将你的一切交给主。首先做的个就是爱互咱去了解讲这个个意义是啥，个意义是啥。做的个相信也是要爱互咱有很大的信心。人所有的要求、要求都不完，可是无真正知道个伊就实现了意义。特别是无真正知道做个的开始，甚至是人无法当时把个的重要性是因为人无愿意使用做的能力，人无愿意使用做的做法。直到人心内面充满着最后的表现，而且是讲人直接好人或者叫个到世界中。透过今仔日上路的个咱若是你若是讲连接到耶稣的话，咱会当睇得出，只有耶稣能感动人一切的罪。人若无生命，耶稣是倒一个叫做这个人的罪无法度。伊无倒度的时候是无法度存在，伊无倒度的人嘛无法度，甚至人无法度至上帝话，伊享受一种永光我的福气。约翰福音14章第7到第7节，作写的一节经文，我头大家。主耶稣讲：“我就是道，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明白。你若已经捌我，就明白我的病。打了后，你捌伊，也捌看伊。”亲爱啊，这点上面讲，我是愿意接受，连接受耶稣才做我的事，但是我毋知要安怎做。这会甲说我是接受耶稣，请做我的基督者。毋知要安怎做，才会当放心相信我家己会做对着赦免。毋知要安怎，才会当放任我家己来专心的做。圣经有记载伫约翰一书的1章的90安尼讲，咱若是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种种不义。这是咱即礼拜特别了会当好多做情况，就是讲你忠心甲主坚定了。即礼拜经过各项材料，你会当做成足大的功课，就是各我的救助。到你的关系，你就要忠心去治疗它。而且你有完点了你主的教导你，实际上生命家己会做上好的方法，就是上好的方法就是诚心付出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时时将这些基督徒到其他的状况无共款，就是基督徒时时刻刻在反省家己。因为咱的主是一个倒我要心属是世人的主。当你知道清楚了解倒我对咱基督徒家己讲嘛，到希望的人生是一点给我这边。如果你相信主的话，你就会有你所有的世人变化有成功。如果你永远是一个无朋友，或者是讲阿明发誓。是说，是主的名，称做主的名，一定答应来顺从这个基督倒我带来福气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甚至是耶稣倒我带来福气新生命的连结，变成启示。这个连结就是讲，你甲其他兄弟是有关的关系，会当互你好好的生活。你若安尼，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倒我的话呢，是在你主。咱要安怎将咱的情透过这个倒我来回应我？咱这礼拜中间。
不只是咱的名声，咱的爱医疗的，咱也是已经不哪里到现在才是咱有一个喜乐市场。相对对喜乐市场来讲，会高的。喜乐市场是讲你买鱼还要咱欢喜啊。喜乐市场是咱所鱼的物件，咱都关了喜乐保育院。是啊，咱要有这个，一定每一年咱厝内面的物件真正特别是奇怪怪物件，没有不要紧，咱是要透过这个图画，互咱厝内面这物件不再挂起来，因为咱厝内面做你用袂到的物件，要看你如何能够，不包括你网站的编码是点，就刚刚好实际的所在。若到过来这个时阵，有礼拜，咱起来车有去给他除了伊，咱若无提供3至4，咱是不是有那时候你家己讲，为着要车物件不再复活起来，而且倒换了，而且物件倒换起来，而且伊所收的物件，咱都方便了，需要啦，安尼就是真好啦。到其他迄个出国上面物件，是农村的物件是有人就较无需要用的。咱边无偌济，咱一个办法，咱嘛是办法，红包的讲法是真好啦。包括咱个方面也是较高一点，红茶这一定的需要，这嘛是真好。这嘛是咱个父母亲、个人咱会当做的，特别是对于咱的子女个，咱嘛是做一个后面生一个。这种情况，这嘛是要对好的物件，要所比较条，要互相同伴，你有别人代志，咱这里做，来做来一个。当下这个因为我的想法，我当下你用专题来创造版面，和大家交流。你对我针对的听，不能够安排。你的听法对不对？亲像活水咁样，亲像大海观山，甚至你切看，你若是信仰耶稣基督，我细汉关心你听细汉已经进入人类奇妙时代，我最最人顶的拯救，也互我的最后对基督的死来对个相信。当我是耶稣基督的大拯救，我的心就大过了。要开我的心来领受，到我的生命进入我的心内，互我无再因生命的苦苦来压抑、来悲伤，因为伊透过讲我，伫我的心内会赢过一切，也互我得到真理，一直到无罪。我袂讲哈利路亚，主的生命活伫我的生命中间，带我行入到明白时光的路途，伊叫做。修水管有换新建立的事，我头面叫挑战一个比较大，新的生命，甲以后我所犯罪的旧生命的问题，我基督的有在充满我的生命中间，基督我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咧为二本是正式100首，救主之声计划，咱今日。我
咱可以来。
快乐、永续、有钱在人生富裕。像报名来参加的退休，一工在7:50离到位的集合，离到6月1主日，回顾庆生日，包括小儿生日、家生日、新年生日，请调人团的报名月，写了教务书，或者报名小儿生日、私密系就是上大陆的银行，会在。最后2月拜六武房亲子户外活动，地点是罗马海体育场，费用是国考以上500块，幼儿以下是350，3岁以下是5+100。咱参加的应该校长来建议指示的一定指示来做用，就在咱以市场预备，到今日截止，欢迎前往各地的高校来选购总结的款的这个含到168包都有余，然后补充个，咱面的英语1、2、3、8、30。咱的这个是个情况就是，咱把注意到关这个比较高，咱有影着这个比较咱后面会来领出。预计过的东西来20项，第一，相对着咱的规划边较早化个有助将本地当地区地理，相对着设广告的提供甲产品甲来个。第三，教育的是非常方面讲这个弟兄回国聚会在地方回归合章安逸有义工要申请正义因为康曼丽、黄金香、夏令营、谢金马、李美华、杨桂花、谢淑秀、小高、刘义珍、杨淑珍、林世才、黄英慈，这个我们5个人后面比较的研究，结果。我暑假有补充报告因为伫昨昏刚尾咱贵宾伫7月有主办，所以所有的遮来选的旅程诚紧所以明仔载带着的工点绝对有1个礼拜了后有规划2个礼拜是伫主题伫迄个讲贵厝13号过来的大概暗时8点，平安礼拜是伫主题4月17拜六就是这个拜六9点半伫咱教会古戏这个礼拜了后就有会红礼拜伫咧第1公共遮请咱遗族来提到平安日就有现场有伫咱遮咱家己关于咱平安日咱会来定义做搁偌济过来的一个预算一个搁我的活动就是咱因对拜一开始到昨昏其实平安日嘛还搁有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项不一样即摆咱来放昨昏的活动有翕相规个前景互咱会当伫即个中间咱来看讲，伫即规礼拜有咱教会所办的即个活动。我
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翅膀能给我勇气，飞往那条美之地。黑夜穿过去，未来不再是你，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前线里，最蓝前方路，有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身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哭泣。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翅膀，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好，咱今仔日现场有对这个来是福音朋友伫咱中间的吼，因都拢是伫主日学遐吼，我想就是因为即摆囡仔吼，咱顾足条的，所以咱若讲爸爸妈妈会当来参加主日礼拜，总是因可能嘛是拢会陪小朋友吼，这嘛是咱爱搁较一个会当用心的。若是安尼，咱的主日学的部分，迄个福音的浓度嘛爱提高啦吼，就是讲，咱互咱的同工嘛爱训练，就是当伫这个中间的时间，安怎会当伫迄个中间嘛是吼传福音吼，咱也为遮祈祷这个中间嘛，做一咱的兄弟姊妹吼，参与伫这个活动内底嘛真好吼，你看无输，昨昏嘛有落伫这个网站内底吼。这就是咱会当做伙带动，所有参加这个活动，咱的兄弟姊妹吼，迄嘛是一个安怎入去互这个福音的迄个浓度吼，去提高啦吼，嘛伫顶礼拜有咱的兄姐诚做要安怎传福音吼，有伫遐学习要安怎用慢语报吼，所以连伊爸爸妈妈带囡仔伫迄个附近食饭。咱的同工就会亲自伫遐吼，所以咱连伊今仔日有爱餐，吼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拢留落来做伙食饭，咱的附近就留互也佫有一班主吼，将咱的福音朋友互入去内底食，会当伫遐食饱，互咱的特别的感谢咱爱伫遐通传伊道安尼吼，就是以上报告。咱要来
有法通知系，人跟理性给。今天你怎么拿拐杖？啊。到天。